你有冇諗過點解咧每日見客跑數做到咧殘晒，但係你嘅 cash flow 咧都係咧好緊張？無論你幾咁努力，都衝唔開咧呢個嘅樽頸位。淨係諗下咧，想跳一級咧都好似咧咁鬼難。點解咧有啲人好似唔係咁努力，反而咧佢揾錢又多過你？唔通咧真係注定一世咧得呢個捱窮命？今日呢條嘅視頻你睇完，絕對會刷新你對賺錢所有嘅認知。我會咧直接咁同你講咧賺錢嘅兩大本質，三條嘅底層規律，全部都係商業世界入邊咧唔會公開話俾你聽嘅真話。未 subscribe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。我保證呢條視頻絕對會改變你嘅賺錢思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enny 黃希志，好歡迎咧大家翻到嚟快樂商道，一同大家講賺錢。你喺個腦入邊咧諗起第一個畫面係啲咩咧？努力工作，見多啲客，應酬 networking。你有冇認真咁諗過賺錢嘅底層邏輯到底係點㗎？應該咧好多人咧都聽過財富四象限㗎啦，有打工仔、自僱人士、老闆、投資者。可能咧你會以為咧呢啲就係賺錢嘅方法，但今日咧會直接同大家拆穿呢個謊言。無論咧你喺邊一個嘅身份，賺錢嘅方法本質都只係有兩種，一係咧就係交換，一係咧就係掠奪，冇第三種噶啦。勤力、捱眼瞓、搏老命，呢啲都係咧提升效率嘅方法，但係咧從來都唔係你賺到錢嘅原因。而你想賺取財富，底層都係規律同埋認知。第一條底層規律，掌握局勢，要賺到大錢，必須要順勢而為。最痛嘅真相就係咧，你努力甚至搏晒命都好，其實都係感動緊你自己嘅啫。咁啊，記住呢16個字啦。呢16個字咧係中國人幾千年賺錢嘅智慧。好多人可能你從來咧都未聽過，更加咧唔知點用。呢16個字咧就係富在術數，不在勞身；利在勢居，不在力耕。你咧 cap 個圖啊！用體力換錢，永遠咧都換唔到真正嘅財富。原因好簡單嘅啫，體力有限，時間有限，恢復體力其實係要成本嘅噃。咁呢個就係咧所有香港嘅基層打工仔一世都要為咗樓、為咗食、為咗生活捱到殘嘅真正原因。你永遠咧都走唔出用體力換錢、用錢恢復體力呢個嘅死循環入邊。我哋咧細個咧都可能咧聽過或者學過槓桿原理，但係我哋嘅老師咧都係教我哋點樣咧去解讀題目、解答去攞分。佢唔會教你人生同賺錢最緊要咧就係呢個嘅槓桿。財富槓桿就係咧方法加啱嘅局勢。咁啊方法論咧周圍都同你講噶啦，只要你願意花時間上 YouTube， 大把有得你學啊。所以咧方法論咧而家越嚟越唔值錢。今日我重點要講嘅咧係局勢。香港人口老化，細路越嚟越少，大家都唔想生小朋友，呢個係局勢。房地產再唔係經濟核心嘅驅動力，係局勢。能源轉型，而家咧啲人油車改造電車，新科技嘅崛起，呢個係局勢。你試諗下，當大家抱怨中國好內卷嘅情況越嚟越嚴重，但係咧我哋就唔去睇下背後真正嘅原因，係因為各行各業都面臨緊產能過剩而需求不足，出海去擴大市場，呢個咧係而家中國商業嘅局勢。咁如果咧你淨喺度抱怨緊，你就係咧逆勢而行，使用咧體力去搏。若然咧你懂得去把握呢個局勢，順勢而為，你就有機會咧賺到呢一波嘅紅利，獲得呢個賺錢嘅機會啦。第二條嘅底層規律，認知決定財富。你守唔住嗰筆錢咧，就因為咧你嘅認知唔夠。認知係決定一切嘅基礎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咧係來自3樣嘢，包括認知差、信息差同埋能力差。咁我講到當中最重要、最基礎嘅咧就係認知啦。因為能力同信息其實咧你可以買可以借，如果你能力唔夠，咪請人做咯。呢個咧就係用買嘅方法啦。揾人合作做生意一齊做，呢個咧就係叫做借力。但係咧認知係冇捷徑㗎，你唯有咧一點一滴咁為自己去建立。一個人嘅認知會直接決定咗佢喺社會生態入邊嘅位置。我之前都拍過條視頻同大家講過，人係賺唔到咧認知以外嘅錢㗎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click 翻以上嘅連結去睇翻。好多人咧可能係靠運氣踩啱風口揾到錢，好似咧中6合彩一樣嘅啫，財富暴增。但係咧你可以留意一下，認知低嘅人，如果只係咧因為好彩好運踩啱風口而揾到大錢，呢啲人咧通常都係大上大落。佢哋因為亂使錢啦、借錢俾朋友啦、盲目擴張啦、亂咁同人合作做生意啦，最尾一鋪清袋。
咁啊，如果咧我哋話人係賺唔到認知以外嘅錢，我會咧有一個更加貼切嘅講法，就係咧冇人可以咧守得住認知以外嘅財富。呢個世界咧有10000種嘅方法將你認知以外嘅錢全部收走。現實咧就係咁殘酷噶啦，相信咧唔使講好多咧故仔俾大家都知道。財富永遠咧都係對認知嘅補償，從來都唔係對勤力嘅嘉許。所以你必須花時間喺提高你嘅認知上面。底層規律3：節奏。入場嘅時機決定咗你嘅贏輸。好多咧嘅香港創業者、打工仔都死喺呢一個位上面，從來都冇諗過節奏，把握唔到咧最啱嘅時機。其實咧所有嘅機會都係有時效性噶，無論係行業、賽道、職位、創業，你爭半個身位咧就係爭半個身位噶啦，可能咧已經足夠令你咧喺決勝負上邊咧有一個好大嘅距離。望翻轉頭，無論係投資定係創業，都有咧好多曾經係豐厚嘅行業，例如係地產、虛擬貨幣、手機 App、電商平台等等等等等。當佢哋啱啱興起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會一窩蜂咧咁去做，但係咧又有幾多個真係喺呢啲項目上面咧賺到大錢？你賺到錢嘅唔係豐厚，唔係工具，而係你能夠把握到入場時機嘅能力。打工同創業咧，從來都唔係平面嘅跑道，係好似咧你爬樓梯咁樣，喺樓層越低嘅時候咧，人就會越多越逼。咁啊，大家咧互相踐踏、互相拉扯，會消耗咗你所有嘅時間精力。所以記住啦，喺前半段一定要咧有爆發力，你一早能夠拋離對手，你嘅阻力咧就會越低。所以咧越早做，你嘅優勢就會越大。當你嘅優勢消失嘅時候，就千祈唔好再掂呢啲嘅行業。咁直播間成日都有啲人會問我：喂 Penny Sir，而家發展咩行業係最有優勢㗎？係咪開奶茶店啊、糖水店啊？而家成行成市喎，係咪成本又低喎？咁做唔做得過咧？AI 係咪未來咧嘅大趨勢？又應唔應該掂咧？而家我統一回覆：當你見到呢個行業有人晒命賺大錢，有標杆有榜樣，咁啊得2個可能發生緊嘅啫。一，太遲啦，唔好再做啦，因為紅利已經冇咗啦。咁啊第二個咧就可能呢個係騙子嚟㗎，包裝出嚟想呃你入場。呢個世界咧冇一個正常嘅人咧會主動話俾你知佢賺緊錢嘅機會。咁啊，如果你好希望擁有呢一個嘅能力，咁你就要了解市場嘅變化同人類真正嘅需求係啲乜嘢。唔知咧，你仲記唔記得我一開始就同大家講過，賺錢得2個方法：價值交換同埋咧掠奪。如果你能夠掌握到市場真正嘅需求，咁你咧就能夠提供用價值交換嘅方法，賺取到你要嘅財富啦。最尾我要送俾大家咧獲得財富嘅真正底層原理。記住咧呢一條嘅公式 ，Ray Dalio 嘅哲學加種子法則，即係你需要掌握規律加種子嘅思維，將自己產品化加幫助身邊嘅人咧獲得幸福，將自己當成一款嘅產品，揾到你嘅優勢賣點，用心去經營，向世界交付價值。做咩行業咧？其實唔係最重要，重要嘅係你能夠透過呢一件事，可以咧同幾多嘅人產生連結。一切嘅增值，一切嘅財富，都其實係嚟自於人同人之間嘅連接。今日所有嘅內容全部咧都係乾貨，冇半句嘅廢話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篤中咗你，又或者咧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即刻撳 like 留言同我分享，又或者轉發俾你身邊非常之努力但係咧賺錢好辛苦嘅朋友。想更加深入學識認知提升，順勢賺錢，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啦。我哋喺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